伫個新台校長沈夢如，甲着醫學院的院長曾小琪等人的見證，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屬病院的院長交接典禮，日前伫個新台國際會議廳來舉行。現場包括前校長蘇慧珍、儕位的學界、醫界以及立委民意代表等貴賓雲集。伫個校長的主持下，由着新任的院長許根福、主下任的院長李經緯首長來接下印信，讓大家一同見證在這個交棒的莊嚴時刻，留下重要的合影。再給我們攝影朋友一點時間。交接典禮，新台校長沈夢如致辭時表示，會用的見證新台病院重要的傳承，心中充滿着感謝、毋忘甲着感動。校長指出，新任的院長許根福是新台培育的人才，深耕在地，嘛有更加深的毋忘。校長當時嘛提出勇敢承擔，甲着學校並肩，以及堅守病人的安全，甲着員工福祉等3項的勉勵。一所偉大的醫院絕對不是靠偉大的建築物或眾多的設備來撐起來，而是靠一代又一代燃燒自己、照亮別人的領導者。今天我們所見證的，正是這樣的精神的傳遞。成大醫院需要的一個是一位敢拍板、敢扛責的院長，以及一個敢勇於共同承擔的領導團隊。我相信你們有這個勇氣，而且你們不是孤軍作戰。成功大學始終是你們堅強的後盾。第二，與學校並肩，以信任為基。醫院與大學本是一體，血脈相連。我期待未來大學與附設醫院之間能夠建立更緊密、更坦誠的合作關係，有話直說，有事共商，共同成為台灣醫界、教育及醫療品質樹立典範。第三，以病人及員工為核心，永不偏航。無論政策如何變動，外界環境如何波動，病人安全及員工福祉永遠是我們最重要的使命。李下任的李經緯院長在致辭時，嘛感謝校方、醫學院、甲着病院全體同仁在過去3檔月的支持，讓伊一路行來並未感覺孤單。而新任的院長許根福嘛感謝全體同仁多年以來打拼甲着付出，未來病院將甲學校、醫學院密切來合作。帶領病院邁向專業、智慧，甲着國際化來邁進。這個一路上哈，其實我走到後來，我發現呢哈，其實我一個人哈並不孤單哈，我是被抬着走的啊。那在座各位哈，統統是哈這一位上帝哈。那有感於這個恩情，那麼所以呢，我唯有無怨無悔的哈，全力以赴啊，才能不負所托。高齡社會與醫療需求快速的變遷下，我們必須重新審慎醫院的角色，不再只是疾病的治療，同時要預防疾病、健康促進、提升生活品質的全人照護。第二，醫事人員的人力不足，尤其是護理人力最為的迫切。雖然我們知道這個是全國性的問題，需要各方一起來努力。成大醫院將以改善護理的工作環境為目標，留住專業人才。我們將積極導入智慧的醫療，減少護理同仁重複性且非核心工作的負擔，使其回歸專業本能，提升照護品質，並強化病人對醫療團隊的信任。在典禮最後，校長沈夢如嘛特別頒發感謝牌甲着紀念品，給下任的李經緯院長。整個儀式在溫馨而且個隆重的氣氛中，見證新台病院重要的領導甲着傳承。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。